皮带吧？这是他的皮，太长了，我给他剪掉了。哎呦，不是，我借你搭把手啊。我受不了，走。我不想那么轻易放弃。那咱们何必在这死磕呢？外面有大把的机会，还没等你救活这个死胖子，我已经被他妈念死了。我的法术都无法让他起死回生，那别的就更没办法了。那就算了呀，找真心人真的对你那么重要？小师傅，我家宝宝醒了没有？我还有话跟你说呢，小师傅。小师傅，这个死女人简直比金蝉子还要烦。算了，如果放弃的话，就代表我向玉帝老儿那个家伙认输。是不是？我问你呢。起来！啊！你们什么人？你们谁呀？滚！滚！哪来的神经病啊！滚走！别走！滚！神经病！都怪你！桃子师太都脑子长毛了吧？想出这么烂的法子。至少我们排除了一种方式。你走吧。厂长，走累了吧？观音道场路途遥远，我们途经人间，不如借宿一晚可好啊？我还要赶路，你自己休息吧。这是你让我心疼的手段吗？不行，今晚你必须休息。放心，只要是你想要的，我一定帮你拿到。现在你必须去睡美容觉。小二，天子1号房。小二。天子2号房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等等，按照你这种奸商的逻辑，2号房一定离这1号房有8丈远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我瞧你们这儿的客房也没有那么多间，绝对排不到第9个字。关键是，我也不清楚千字文的第9个到底是什么字，所以，我还是请你给我离1号房最近的房间。就这一间了，你住不住？啊？现在就是这里。这连个门都没有，你给我钥匙干嘛呀？哎，这样子嘛，企业文化当然是要有的嘛，没有门也要有钥匙的。那说好和1号房最近的就给我睡这个。哎呀，1号房当然是顶层套房啦，先生。虽然我们客栈小了那么一点点，但是很国际化的好吗？要不是因为现在是淡季呀，你根本没有地方住的哦。问问你们老板，你们店卖吗？什么？你要买我们的店呐？对呀，我把你们店买下来，然后关掉它呀。要你这种人给我什么用啊？先生，时候不早了，你还是洗洗睡吧。晚安。
你必须让我看到你没有危险，我才能安心。尝尝。我没有危险。那你开下门啊！睡了。不行，有妖气啊！不过就是几个小妖精嘛，当不知道不就好了嘛。我们本来就是各走各的路，何必多做纠缠？你真的不打算开门吗？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个性的女孩子。记住，谁敲门都不要开。老金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这是不是啊？这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就是看他修炼了多少年，就敢出来行走江湖了。来也。现在妖精的门槛是越来越低了。这个紫霞真厉害呀，已经完成了国境2重考验，看来他很快就能得到紫青宝剑了。他都能完成考验，那我也能。别吹了，一到天亮你就变回大蛤蟆，你想挑战紫青宝剑？3更半夜的，你们吵什么？我们在谈紫霞呢。谈紫霞，那就滚远点儿，别耽误我睡觉，麻烦。到了，这儿就是观音的道场紫竹林。哎，仙童，天蓬元帅，嫦娥仙子，观音最近下凡到人间普度众生，不知2日前来，有失远迎。哎呀，没事，不要客气啊。这个由于近来呢天庭雾霾严重，加上仙子呢在玉帝的寿宴上被孙悟空糟蹋了仙酒，心情不爽，我陪他到处走走。路过此地，顺便过来看看。你忙你的，去。哦，那2位请自便吧。哎呀，真乖。仙子何以在此圣境做出如此鸡鸣狗盗之事？你也知道这是圣境，何必出言不公？不准走！哈，嘿，哈，啊！哈，哈！
我也是没有想到，神乎其神的月光宝盒原来这么不起眼儿。尝尝，赶快打开试试，好让时光倒流。我一定会赶在那个弼马温出现之前保护好你的仙酒的，也好让我们重新开始。我和你的故事，重复多少遍都不会嫌多。我先走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过2天天田见吧。3天后我去月宫一定要见到你。你们两个疯子，能不能别当我做生意啊？实在不行，你往里头吹口气。闭嘴！这可是我费了半天劲才刮的鱼鳞。大哥，只要这条鱼能够死而复生，只要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，你这条鱼一定能卖个好价钱，知道吗？这叫什么？双赢啊！那这条鱼要是活不了了，被你们玩了这么长时间，这钱谁来付？瞎说什么呢？瞎说！什么就叫救不活了？快点，行吗？再使点劲儿！还我宝盒！别跑！你快点，管人家干什么？什么时候？死心眼的臭小子，真是个小年纪。你把宝贝还我，我自然不会纠缠。多事，用完了自然就会还你的。观音大士大慈大悲，根本不会计较。既然有借有还，就光明正大一点。偷偷摸摸，我岂能饶你？这一对贼公贼婆还真不要脸！哎，我警告你啊，说我可以，不可以说我的尝尝。不要逼我啊！我不对小孩子动手的。小朋友不可以这么淘气啊！玉皇宝盒。我警告过他了。人你也救不了，死鱼你也无能为力。咱们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可真的不是办法。怪我了。
你有没有人性啊？人家现在都成这个样了，你还这么兴奋？你这样跟黑白无常有什么两样？哪有兴奋？这是观音大师座下童子，大圣，我们一定得救他。观音家的小孩到处乱跑啊，还跑出来混社会，啊？挨揍了吧？我快不行了，这个月光宝盒你拿好，免得它落入贼人之手。哎，观音这是怎么了？就这么个破盒子，还当宝了呀？给你。哎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盒子，这是月光宝盒。等天黑了，月亮升起，打开宝盒，在月光下，我念般若波罗蜜，便可以穿越时空，回到过去。哎，你没事吧？你千万不能睡，我们一定会救你的。大圣，你快背着他呀！你们别管我，拿好宝盒，快走！坏人马上就要来了！你别，怎么办呀？我根本救不活他！大圣，有了。人命，不，头命关天，你快还给我！不给。观音大师，天蓬，你与嫦娥盗我宝物，伤我童子。如今又在此与人争斗，你若将宝盒归还于我，我便不再计较；否则，玉帝的惩罚，你也是知道的。天蓬一时糊涂，还请观音原谅。般若波罗蜜。你们两个疯子，能不能别当我做生意啊？实在不行，你往里头吹口气。闭嘴！这可是我费了半天劲才刮的鱼鳞。大哥，我告诉你，只要这条鱼能够死而复生，只要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，你这条鱼一定能卖个好价钱，知道吗？这叫什么？双赢啊！那这条鱼要是活不了了，被你们玩了这么长时间，这钱谁来付？瞎说什么呢？什么就叫救不活了？快点什么？再使点劲儿！
别急，不是让你先走吗？我是那种男人吗？地球很危险的。有什么危险的？你这是会有好事啊！童子已经发现了你的行踪，应该很快就会赶到。快走！程程，我说你有没有点人性啊？人家都已经成这个样了，你还这么兴奋？你这样跟黑白无常有什么两样？这个人好像没死哎，大圣，起死回生我们做不到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帮帮我呀！天蓬元帅。你是紫霞仙子吧？我已经这么红了吗？我自知伤重将死，你不必费心救我。你的一片好心，已经让我很感动了。我若死了，便可以成就你起死回生的机会。你知道怎么起死回生？去庙献火，找嫦娥仙子，她会帮你。一定要把嫦娥姐姐带来啊！只要她使用了月光宝盒，这样她就能达成心愿，我也可以起死回生。我怎么这么聪明啊？太佩服我自己了！大圣，你在这里照顾好天蓬元帅，我去找嫦娥姑娘。你不会是在这骗紫霞姑娘吧？我告诉你，这姑娘可是个缺心眼儿，别人说什么她都会信。但是，如果你敢骗她的话，我饶不了你。这么久了还不回来，你可千万别死那么快。你一定要活过来，可千万不能浪费了本
能帮我起死回生，是真的吗？太好了。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天蓬元帅，我们快点走吧。啊，走，快！太好了，看来一切都按计划进行。你醒了！你醒了！哎，没事吧？起死回生，我做到了！这么说，这丫头已经完成紫青宝剑的所有任务了。大圣，大圣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，大圣！喂，大圣，你醒醒啊！啊，大圣，你醒醒啊！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大圣，你快醒醒，你快醒醒啊！嫦娥姐姐，你告诉我起死回生的办法吧，你救救大圣吧！嫦娥，你与天蓬盗我宝物，若现在将宝物归还于我，我便不再计较；否则，玉帝的惩罚，你也是知道的。我有钥匙，用完就会还你。知错不改，执迷不悟。阿弥陀佛。快走！孙悟空，大圣，你活过来了！多谢观音大师。哎，好困啊！哎呀，你别困了，走吧，走走走。月光宝盒，谁丢的？管他谁丢的，既然是宝盒，谁捡了算谁。好吧，嘿嘿，遇到主人我就还给他。3重考验就这么完成了，还有点不太真实。我现在最真实的感受，那就是饿呀。怎么转头又来到紫霞姐姐青霞的身上？这种一脚踩2船的行为，简直是渣男必备技能。当然，还有另一个解释，那就是你们看到了假孙悟空。还记得那只打着齐天大圣孙悟空名号四处惹是生非，还赖在青霞姐姐身边不走的六耳猕猴吗？对喽，就是他了。
几个谁呀？你看他们那丧那样，啊，不就是马杀鸡之后那些不给钱的人吗？不是人，玩意。区区妖怪，别想拦我。这位姑娘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我只要这头。麻烦你不要插手。你这么说我就怪了。你瞧不起那位姑娘，你以为她只是个女流之辈？你以为你们几个能跟我打个平手，再加上个女人就胜之不武了，是不是呀？陈霞，我告诉你，我平常一向特别的尊重你，但是我最受不了就是他们这种有性别歧视的玩意儿。虽然我们现在在一起，但是你千万不要插手我的事，就算被天庭知道，我也在所不惜。今天必须要收拾这几个玩意儿。往上。你先歇会儿，臭妖怪竟然敢侮辱我，找死！你上来。孙悟空，你捉弄乌龟，让你的女子在前面一站，给我出来！你别听他们胡惹，他们就是在侮辱你。我告诉你，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会有一个默默付出的男人，那个人就是我。这些玩意儿最会的就是分析，你放心，有我在你的背后保护你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你就安静上，把他们都给干！什么？鬼先生？早知道你厉害，当然要准备完全了。哎！出来了，你还在这里炫？快点告诉我，我的真心人到底是谁？天机不可泄露。那这可是你逼我的啊！三味真火力我都练过，这小火苗没用的。千年玄冰也冻不住我。哼！大冷热交替，你可要照顾好你自己了。好了好了，我说，谁能把我从剑鞘里拔出来，谁就是你的真心人。方法都告诉你了。来。喂，方法都告诉你了，你要干嘛呀？去找我的真心人喽。跟我走。我不要离开这里。
雨帆。